那个见家己无甲雅各生囝，就责倒伊这，对雅各讲：你予我囡仔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向拉结生气，讲：叫你无生育的是上帝，我岂会代替伊做主吗？拉结讲：有我的孙女比拉伫遮里，你可以甲伊同房，予伊生囝。伫我的骹头下，我便因伊也得囡仔。拉结就甲伊的孙女比拉，予丈夫为妾。雅各便甲伊同房。比拉就怀胎，甲雅各生了一个后生。拉结讲：上帝心了我的愿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予我一个后生，因此甲伊号名叫但。拉结的孙女比拉佫怀胎，甲雅各生了第二个后生。拉结讲：我甲我这大相争，并且得胜，怎呢？甲伊号名叫拿弗他利。利亚见家己停了生育，就甲孙女西帕予雅各为妾。利亚的孙女西帕甲雅各生了一个后生。利亚讲：万幸，怎呢？甲伊号名叫加德。利亚的孙女西帕佫甲雅各生了第二个后生。利亚讲：我有福啊！众女子拢爱称我是有福的。怎呢？甲伊号名叫阿瑟。我尾仔的时阵，流便往田里去，找见红家，摕来予伊母亲利亚。拉结对利亚讲：请你甲恁后生的红家，予我一寡。利亚讲：你夺了我的丈夫，还算小事吗？你阁要夺我后生的红家吗？拉结讲：为你后生的红家，今夜伊会当甲你同寝。到了暗时，雅各对田里倒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伊，讲：你爱甲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的后生的红家甲你顾落来。迄一夜，雅各就甲伊同寝。上帝应允了利亚，伊就怀胎，甲雅各生了第五个后生。利亚讲：上帝予了我价值，因为我甲孙女予了我丈夫，怎呢？甲伊号名叫以撒格。利亚佫怀胎，甲雅各生了第六个后生。利亚讲：上帝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甲我同大，因为我甲伊生了六个后生。怎呢？甲伊号名西布伦。后来伊佫生了一个女儿，甲伊号名叫底娜。上帝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伊，予伊会生育。拉结怀胎生了囝，讲：上帝除去我的见笑，就甲伊号名叫约瑟，意思讲愿耶和华佫增添我一个后生。拉结生约瑟了后，雅各对拉班讲：请带我走，叫我转到我本乡本土去。请你甲我服侍你所得的牵手甲儿女，予我走。我安怎服侍你，你拢知影。拉班对讲：我若伫你眼前蒙恩，请你犹原甲我同大，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予我，是因为你的缘故。佮讲：请你定你的工价，我就予你。雅各对伊讲：我安怎服侍你？你的精生伫我手内安怎？是你知影的。我未来之生，你所有的真少，即马却发大多。耶和华随我的骹步赐福予你。如今我啥物时阵才为家己兴家立业呢？拉班讲：我当予你啥物呢？雅各讲：啥物你也不必予我。只有一件事，你若应允，我便犹原莫放你的羊群。今仔日我要招聘你的羊群，甲绵羊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、甲乌色的，并山羊中凡有斑的、有点的、
拢拣出来，将来这一定诶就算我诶工价。以后你来查看我诶工价，凡伫我手内诶山羊，毋是有点有斑诶绵羊，毋是有乌色诶，迄就算是我偷诶。安尼便可证出我诶公义来。老板讲好啊，我情愿照着你诶话行。当日老板甲有纹诶、有斑诶公山羊，有点诶、有斑诶、有十白纹诶母山羊，并乌色诶绵羊，拢拣出来，交伫伊后生诶手中。搁互家己甲雅各3日3工诶路程，雅各就牧养拉班村诶羊。雅各摕羊树、杏树、枫树诶润枝，将皮掰成白纹，互树枝现出白诶来。将剥了皮诶树枝对着羊群插伫饮羊诶水沟内，甲水槽内。羊来啉的时阵，公母配合，羊对着树枝配合，就生落有纹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雅各甲羊羔分出来，互拉班的羊甲这有纹、有乌色的羊相对，甲家己的羊另外放一处，无叫伊甲拉班的羊混杂，甲羊群。陪葬配合的时阵，雅各就甲树枝插伫水沟仔内，互羊对着树枝配合。只是甲羊散肉配合的时阵，就无插树枝。安尼散肉的就归拉班，陪葬的就归雅各。就安尼，雅各日期发大，得了真侪羊群，布匹、骆驼、甲驴。